后来即届落这个超大雨，全台湾的农业损失超过4亿，上严重的是嘉义县，损失是1亿2000多万；，再来是高雄市，损失是5900多万；，第三严重的是云林县，损失有5400多万。啊，讲这个沿海地区上界凄惨。咱的记者到云林的二仑乡，遐主要是出产着梅农瓜，这个大雨是来冻伤这个梅农。当地瓜仔农讲，已经准备要来采收的梅农瓜，全部予水来淹掉，只好记载这个瓜仔伫咧田底来烂掉，真正是要哭嘛无目屎。无人爱啊，即头这个瓜仔就旱烂去啊。规大片的芳瓜园拢落果，这个芳瓜浸甲拢烂去，本来是青色的，即马拢反黄。规片芳瓜园拢报销去，瓜拢真无奈，只能苦笑。迄落天消切的啊，面项甲迄落人拢天消切的。是啊，啊，即马记得。天也无咧食，你嘛无法度啊你。一个船愈看心愈痛，凊彩摕芳瓜起来，若毋是闭起，就是烂去。规拢讲无法度，拢是靠天食饭的。个晚超是10万正10工摕啦。都会使收啊，对对啊。云林县二仑乡除了有种青菜，嘛是全台湾芳瓜重要产地。受到西南气流大雨影响，本来要采收的芳瓜，瓜拢报销去啊。农委会补助的天然灾害损失，以姓李的瓜农来讲，伊种7分地，差不多会使领到5万块补助。要过若是如期采收上少，会使赚20万到30万，真的是了有够济。遭遇到重大农损的，请就可以赶快来公所提出申请。8月10号，也就是今天，一直到8月19号，总计10天，假日也有受理申请。这摆大雨造成全台湾农业的损失超过4亿，嘉义县损失超过1亿2000万，第二是高雄5900几万，云林第三超过5400万。各地县市政府拢呼吁有农作物受损的农友赶紧去公所申请补助，加减申请无鱼下嘛好，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。